现在呢，我跟大家准备了就是3种颜色的眼镜，就是外镜，就是防作弊的这个外镜，这个是白光、青光、黄光。然后呢，我也准备了2张这个扑克牌，让大家更直观的看一看这个透视扑克是怎么去作弊的。我们先来说一下白光吧，白光现在一个普通的一种作弊手段，所以呢现在就不讲，我们来讲这2种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的，就是黄光和青光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黄光，大家注意看，我把眼镜拉到这个镜头前，大家注意看，大家看得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？看到吗？看到这个位置没有？上面有个10字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我拿近给大家看，是不是一个10字？10字呢就代表什么呢？这个张牌呢是10，对吧？上面有个10字。然后呢，这张也是作弊的扑克牌，但是黄光啊是看不出来的，我们必须用青光才看得出来。我们换另一副眼镜，大家注意看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一个小字，对吧？一个小字，是不是？一个小字，一竖2点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张牌呢是一张小鬼，对吧？拿掉，是不是一张小鬼？再看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另一张牌是看不出来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黄光跟青光呢是互不干扰的，你得对准每一种光才看得出每一种作弊是对应的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透视的扑克牌是怎么去做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呢你觉得对你有用，那么就分享出去，让你的朋友或你身边的人知道这个透视的扑克是怎么去作弊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能够揭穿这种作弊的手段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好吧？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